收睇廣東第一娛樂節目《綽綽有餘》。綽綽有餘特別節目郵輪之旅豪華登場，家峰同埋我將會為你開心探秘，究竟豪華嘅郵輪上面有乜嘢好玩同埋好食嘅呢？我哋遇到乜嘢趣事呢？如果想知道嘅話，千祈唔好錯過今晚嘅綽綽有餘啦！仲有忍者神龜2場面升級，周杰倫演唱會嗨翻全場，鄭愷特自選女裝造型喎，即刻做今日嘅星動態。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raits of the ninja? Speed, stealth, and precision. Hey, buddy! 備受影迷關注嘅暑期檔好萊塢大片《忍者神龜2》破影而出登陸內地大銀幕。電影動作場面宏大，既有暗夜狂飆飛車黨，仲有萬米高空擲飛機，更加有伊瓜蘇大瀑布嘅激流勇進，睇到觀眾們緊張刺激。唔少觀眾們表示話，睇到4大神龜以及大反派大怒人登場，童年記憶滿血復活呢。而我哋熟知嘅好萊塢男星陸戰俠、史提芬·阿梅爾、阿唐哥，仲喺電影入邊扮演咗個角色，令人大呼驚喜添。呢一日佢亦都嚟到廣州，接受咗我哋綽綽有餘嘅獨家專訪噃。Hello to all the fans that are watching JoJo Yo-Yu. Yes? Good? I'm Stephen O'Malley, play Casey Jone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唐哥阿梅爾就同我哋分享咗《忍者神龜2》拍攝時發生嘅趣事啦噃。I think just in general, filming in New York City was an interesting part of it. I mean, in Manhattan, everything keeps moving. People keep going about their business. They're so used to movies being filmed there that people will just walk around while you're filming something, which is a very unique set of circumstances when you're actually out and about in Manhattan filming. And it was so often that we were actually out on location. So just in general, the interesting part of this movie was getting it done on the island of Manhattan. 除咗唐哥今次到嚟，仲有喺《忍者神龜2》入邊有扮演角色嘅吳靜軒呢，亦都一齊嚟到噶噃。周周友誼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吳敬軒。作為華人女星，吳靜軒同我哋分享咗拍攝當中特別難忘嘅經歷噃。所以在拍攝的過程中，其實每天都很難忘，因為每一天都會在去不同的置景的場地去拍攝，所以說這4隻神龜非常就扮演4隻神龜的演員非常非常活潑，所以他們非常會帶動氣氛，就不管我們在拍哪一場戲的時候，他們都會給我們就感染我們。忍者神龜2啊，終於喺早幾日咧，終於同我哋中國嘅觀眾朋友見面啦噃！而且咧，唐哥啊，仲要特登嚟到中國參加首映禮啦，開啟咗神龜嘅中國之旅。咁佢哋嚟到中國之後咧，即刻迫不及待咁試下我哋上海嘅美味嘅小籠包啦，而且後尾去到呢個成都咧，再同呢個國寶熊貓進行親密嘅互動㗎。冇錯，其實好多網友咧都覺得呢部戲咧非常之值得期待嘅。首先喺演員陣容方面啦，就有梅姨嘅性感回歸，仲有陸志合嘅賣力演出，非常之正啊！冇錯，所以話到時咧，我哋嘅觀眾去影院睇咧，肯定都會熱血沸騰嘅啫。咁講到熱血沸騰咧，仲有另外一件事喺上海發生嘅，都令人熱血沸騰㗎，就係周杰倫要開演唱會啦。最近自爆3年肥13公斤嘅周杰倫，啱先偷笑冇俾人睇出嚟，就遭到 fans 們發圖揭短啦噃。果然係愛到深處自然黑嘅親 fans 啊！不過正帶住第14張新專輯《周杰倫的床邊故事》進行巡演嘅杰倫呢，肥翻些少先至有力氣跳㗎嘛，係咪？近日周杰倫地表最強巡迴演唱會上海站拉開帷幕，將連開4場嘅杰倫呢，首場就已經引爆夜上海啦噃。前一晚，老婆昆凌仲為冇社交網絡嘅周周賣力宣傳，邀請 fans 們同佢一齊大合唱噃，獲得老婆嘅助力，杰倫心情自然就好唔錯呢。一首新專輯入邊嘅英雄炫酷開場，令到期待已久嘅歌迷們呢，瞬間就嗨翻啊！連續2首快歌之後，一首他的睫毛俏皮可愛獻俾 fans， 搭進自然就唔少得嘅咧，應援十分之俾力嘅，全場揮舞住嘅粉色熒光棒咧，都匯聚成一片粉色海洋。表白杰倫小公主咧，亦都係十分之溫馨感人嘅噃。
個時勢下面咧，你話上個頭條真係唔係話咁易㗎。你睇下我哋個汪峰啊，爭取咗咁多年啦，依然都係冇成功到㗎。反而有啲人咧輕而易舉就上頭條嘅，例如話周杰倫啦，肥咗就可以上頭條㗎咯喎。周杰倫佢自己就表示話啦，係因為食甜食嘅，所以先發肥嘅啫。但係我覺得佢更加甜嘅來源咧，就係佢嘅老婆昆凌啊。你睇下，佢就係自從咗結婚之後先會開始發肥㗎嘛。咁又係呢啲叫做甜蜜的負擔啊嘛，心寬體胖啊。嗱，雖然話咧佢就係甜蜜的負擔啦，但係另一邊廂咧，張雨綺就俾人話係重量級咯。日前魔幻愛情喜劇大片《神魔道》咧喺橫店舉行咗新聞發佈會，導演黃精葵、鄭愷、張雨綺、羅家英、王祖藍、莊思敏等一眾主創齊齊亮相。首次挑戰魔幻題材嘅鬼才導演黃精腦洞大開，叫阿鄭愷同埋張雨綺所扮演嘅金童玉女喺百世輪迴當中難以相見。哎呀，真係陰公咗我哋嘅女神張雨綺啦，仲要倒追鄭愷8次輪迴喎！呢個弱戀亦都係玩出咗新嘅高度。戲入邊係相愛相殺，戲外咧亦都係互相鬥嘴。你睇下我哋嘅海海啊，更加撇開咗高顏值嘅張雨綺，自封顏值擔當噃。因為這個明明可以靠臉吃飯，但是非要來靠演技。對，所以這部戲他主要負責的是演技，我主要負責的是顏值。就是我這個雨琦，說實話，這我就聽不下去。No， 是嗎？你是演的，你也有顏值啊，這麼高的顏值，天哪！我早就不怕。嗱，鬥嘴比口條咧，我哋就唔講啦。行動上亦都係更喪嘞噃，千祈唔好睇我哋嘅小烈炮喺跑男當中身手矯健呢，呢個真係要令佢抱起姑娘嚟，仲真係要付翻些少代價嘅噃。沒有在戲裡就有時候我需要，就是有時候需要抱他，需要那個就抱他。哦，你說他的體重啊？這是你說的？不是，因為我們戲全都是重量級的人物，是對，像黃金導演，肚子那麼大，一定很重。雨琦啊，重量級，對吧？在戲裡抱他，反正抱到有一次我的手臂3天舉不起來。既然係百生百世，除咗鬥角弱戀之外，風格迥異嘅造型咧，亦都係少唔到嘅噃。喺現場，鄭愷亦都係自爆起咗最愛宮女造型，靚到想要同自己結婚啊！哇，呢個自戀程度咧，其他人應該都係冇嘅咧。這裡我們不光演就是這一世，我們還有前生前世，所以有很多的造型。百生百世。百生百世。然後我覺得這個戲我最成功的一個造型就是宮女。我也發了，大家看到了，對。剛才看到，好美哦，美觀。我自己都被這個造型嚇到了，是自己畫完之後都想跟自己結婚了，太美了。咁講起呢一部片嘅拍戲感受咧，鄭愷就表示話係佢第一次挑戰呢個打戲同埋吊威亞，非常之有挑戰性啊！咁啊係啊，不過另外一方面咧，張雨綺就表示啦，其實佢係俾導演呃過嚟嘅喎，開始咧同佢講話演一個仙女啊，但係點知入咗組之後咧，就變成咗日日吊威亞嗰啲打女喎，而且唔知道係咪因為佢咧打得鄭愷太多啊，所以鄭愷就報復佢，話佢係重量級喎。我有時覺得女明星都幾陰功㗎，因為咧你話拍戲當中俾人吐槽呢個體重問題嘅咧，真係唔止張雨綺一個，之前仲有呢個范冰冰啦，但事實上咧，人哋真人睇已經非常之苗條㗎啦，所以話鄭愷你唔好對人咁苛刻啦。好啦，講完佢睇下其他新聞啦。鄭嘉穎同田蕊妮第二次合作，為新劇迷開鏡。據了解，兩個人喺09年拍攝合作之後呢，就等到而家先至有機會啦噃，可以話係機會難得嘅。上一次真的是很愉快，然後就一直說要跟他再一次合作，就一直在等，等到現在16年了，才等到那個機會，真的謝謝你哦。我沒有，我也謝謝你，完成我的願望了，可以很完美的收工。咩話？願望？完美收工？唔通早前有傳嘉穎將離開 TVB 係真嘅？其實現在說是上早，但是有這樣的機會，應該有機會是我最後一部。因為他跟我合作完了，就會很灰心。你也知道啊，我知道啊，所以你要好好加油啊！唔通嘉穎揾唔到更加好嘅對手？嗱，咁對於呢個問題，佢竟然係咁樣回答㗎嘛？唔係啊，我揾咗好好對手啦。不過終身嘅對手啫。哇，so sweet！
喺啱啱過去嘅金曲獎頒獎典禮上面咧，小 S 又闖禍咯喎。嚇，發生咩事啊？話說咧就係小 S 今次係擔任呢個頒獎嘉賓㗎，但係就喺舞台上面咧大開呢個好有吳青峰嘅玩笑，叫人哋峰姐啊，搞到人哋咧作勢離場，真係有少少尷尬㗎。但係小 S 同吳青峰唔係特別 friend 嘅咩？點解佢會嬲嘅咧？點講好咧？其實有時開玩笑咧都係要分場合嘅，好似我哋私底下開下玩笑，梗係冇所謂啦。但係喺呢個頒獎典禮舞台上面開人哋性別嘅玩笑咧，的確有少少失體面啊。咁係啊，不過其實咧，呢個亦都係小 S 一貫嘅作風嚟㗎啦，出其不意啊嘛。不過喺咁重要嘅場合上面啊，吳青峰真係嬲咁樣走咗去嘅話，會唔會搞到大家好尷尬啊？不過其實事後咧，小 S 都道咗歉㗎啦，兩個人都已經和好如初啦。咁就好啦。不過其實兩個好朋友最好增進友誼嘅方法咧，就係一齊去旅行啦噃。咁下邊我哋就一齊睇下家峰同埋尹瑤點樣玩轉呢個夏天啦。海洋航行者號係皇家加勒比海國際郵輪公司屬下嘅豪華郵輪之一，位於全球10大郵輪之列，亦都係亞洲最大嘅豪華郵輪，船噸位達到13.8萬噸，載客量超過3000人。本次郵輪航線從東方之珠香港上船，途經旅遊勝地廈門觀光，最後目的地將會到達美麗嘅海島旅遊城市日本沖繩。沿途嘅配套設施一應俱全，娛樂項目豐富，而最令人感嘆嘅就係海上航行過程中醉人嘅景色。身處繁華大都市嘅我哋，忙碌嘅生活對於我哋而言可能已經超載。6日5夜嘅行程唔單止係一次旅行，更加係一次心靈同埋軀體嘅釋放。從香港上船到廈門，再到沖繩，去到公海嘅位置。公海即係乜嘢意思呢？即係話手機上面係冇信號，所以呢一個時候，手機對於我嚟講就係一個留低美好瞬間嘅工具。如果話想喺郵輪上面尋找片刻寧靜，圖書館就係你哋最想停留嘅角落。一個人揀一本書，喺華貴嘅燈飾旁靜靜品味。喺郵輪上面可以見到比平時更加深藍嘅海洋，可以見到比陸地更加清澈嘅天空，更加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自由自在。一張張油畫般嘅照片，將美麗嘅瞬間記錄落嚟。點解尹瑤都會喺度嘅？點解你喺船上面都唔揾我啊？因為公海冇信號啊！朋友圈都發唔到啊！有 WiFi 噶嘛？嚇？有咁嘅事？點解冇話我知嘅？啊！有 WiFi 就好啦，快啲幫我搞。自己去前台搞掂㗎啦。我有㗎嘛？唉，咁就得啦。喂，問題係嚟啦，即係咧，其實我哋各自上咗船啦，咁都遇唔到，究竟呢隻船有幾大啊？咁啊，梗係大咯，成10幾層咯，而且咧係全球第6大郵輪啊！哦，怪之得啦。不過其實我上咗船咁耐咧，時間我就行下影下，係嘛？公海冇信號，就懶唔文藝咁，影相影到好攰啊！仲有咩消遣咧？哇，咁啊多啦！你想唔想玩啲刺激啲嘅？喂，刺激啱啊！啱晒我90後啦，睇個樣咁後生，住到玩刺激，有咩嘢刺激玩啊？衝浪啦、攀岩啦、滑高爾夫啦、籃球啦、桌球啦，哇好多！咁多嘢嘅咩？事不宜遲，即刻換咗件衫去試試先。啊，出發！當然，文藝青年鍾情嘅寫意、情調、美景、抒情，喺6日5夜嘅旅途當中，梗係可以盡情咁發散啦。但係除此之外，郵輪上面為大家準備嘅遠遠唔止美景同埋情調。如果你係一個追求動感時尚、追求刺激運動嘅元氣青年，咁海洋航行者號絕對可以滿足你情調之外更加多嘅需求啊！衝浪、籃球、遊戲機室、高爾夫球應有盡有。而對於一向文靜嘅我嚟講，亦都迫不及待想要挑戰一下攀岩啊！手臂酸到不得了，然之後一直喺度震，再加上我揀嗰條咧，可能
死啦！嗰乜突突啲啊，所以咧爬嘅時候咧好難爬，而家夾硬搲住佢扣住嘅時候咧，佢隻手咧根本扣唔住。但係點講咧，真係好正，因為你喺上面睇嗰個感覺咧好開闊，正。既然小公主允瑤都突破自己，冇理由我唔嘗試一下攀岩㗎。經過一番努力之後，身材健碩瓜子面嘅我，可以話輕而易舉咁就登頂啦。不過當然啦，好似我呢啲身手矯健嘅運動健將，攀岩點能夠滿足我好動嘅心靈啦？所以攀岩結束之後，我梗係要去挑戰一下所有上咗遊輪嘅遊客都好想感受一下嘅甲板衝浪啦。喺我身後嘅呢個 Low Rider。即係話要征服海浪，可能好多人會覺得衝浪係要落海度玩嘅，其實唔係㗎。喺13樓就呢個設施，非常之激烈，非常之刺激。究竟係乜嘢豪方神色咧？我哋睇一睇先啦。唉，家鳳你真係太瘀啦！見到你咁樣花式跌低咧，我哋靚仔有型嘅教練都不得不為你馬上展示乜嘢先至係甲板衝浪。得啦，叻啦！呢個衝浪的而且確好講究技術，一時半刻都冇辦法為大家展示過關嘅技術。既然係咁嘅話，我就挑戰我最擅長嘅打籃球啦！海天一色嘅景色下面打籃球確實係別有一番風味，但係作為一個有品味嘅 girl， 我認為打golf先至更加貼合我嘅 taste 啊！坐落喺遊輪11層嘅健身房，可以話上船旅客必去之地。唔單止健身器材眾多，設備先進，淨係健身房全景玻璃窗外嘅無敵海景景觀，都足以令到冇健身習慣嘅人士換上運動裝備行入健身房啦。對於我哋呢啲咁貪靚嘅女仔嚟講，嚟到健身房梗係第一時間慢跑。即係其實跑步咧，平時都會去健身房跑嘅，但係我發現呢度啲設施咧，真係唔比平時我哋陸地上嗰啲健身房炒得更先進。最緊要就係嚟到呢個心境好啦，仲有咁靚嘅喎。力量對於一個男人嚟講尤為重要，所以對於我嚟講慢跑係冇用，一定要舉鐵。喺個身後有好多鐵啦，最緊要嘅係大家應該留意到啦，喺個身後就係一望無際嘅大海，見到咁靚嘅景色，我嘅力量前所未有咁想噴發出嚟，為大家展示下我嘅力量先。呢一邊可唔可以唔要？呢一邊又唔啱我哋啲正常玩嘅嗰啲變態嘅，我都係啱玩呢邊正常啲。打到幾有力量啊！好攰，好肚餓，好辛苦啊！話咗你㗎啦，體能又唔係好喎，最後人引體向上舉啞鈴。我覺得你肯定肚餓咧，食嘢。食嘢喂，邊度有嘢食先？我覺得咧，好似你咁嘅大食怪咧，應該去我哋嘅帆船餐廳食自助餐。自助餐咁巴閉？睇下先。冇計啦！唉，好餓到飛起。哇！你攞咁多？嚇？好
多咩？喂，話俾你聽，我平時食開自助餐嘅咧嚇，起碼要行5、6次，而且今次呢一個自助餐係唔使錢嘅，我絕對行10次啦，呢個1/10嚟嘅啫，咁啊叫多。係嘛？不過你真係好少喎，撈貓咁少喎，你呢啲使唔使減肥？出咗嚟玩，好心你就放鬆下警惕啦。咁你係有所不知，我都唔係咁樣嘅人。我之所以而家攞咁少嘅原因咧，係因為除咗呢個自助餐廳係免費嘅之外，仲有一個藍寶石午餐廳都係免費，而且仲有呢個吉雅尼餐桌餐廳啦，呢個牛扒館餐廳啦，日本料理餐廳啦，咩意大利餐廳啦，太多啦，我要留定個位一陣間去食咯。所以你慢慢食過晒啦，咁我叫咗咁多嘢，咁我點算好咧？我都唔使咁灰心，因為你睇下出邊咧，環境咁靚，你可以做得到，做得晒。係啊。冇咁長，我話俾你聽，咁我食晒呢碟，我再落去慢慢食。聽我嘢啊！我依然要攞10碟。食飽飽之後，皇家大道仲有各式場所適合大家放鬆放鬆，有全天候供應嘅免費咖啡館，亦都有異國風情嘅酒吧。最正嘅莫過於喺皇家大道為大家獻唱嘅駐場藝人，買一支啤酒，聽一首歌，實在太舒服啦！好心你就唔好淨係諗住飲食啦。對於有追求嘅靚女嚟講咧，飯後消遣當然就係行街啦。嗱，唔好以為喺郵輪上面冇呢啲活動喎。喺郵輪嘅第5層咧，就係一條燈光璀璨嘅皇家大道。喺呢度有各種嘅奢侈品牌、時尚服飾、免稅商品。最重要嘅就係各個品牌咧都會定時舉行特賣㗎。而我當然係做好咗攻略啦，跟住落嚟幾日要各種血拼啊！船上面嘅美食、娛樂活動真係多到數都數唔過嚟啊！而除咗喺船上面嘅各種享受之外咧，海洋航行者號途中仲會停靠廈門，而海上巡遊嘅最後一站就係美麗嘅日本沖繩。一落船就感受到濃濃嘅日本風情，坐上旅遊大巴，路上面嘅景色真係令人流連忘返啊！登陸沖繩之後，我哋仲會去到沖繩著名嘅旅遊景區，感受一下呢一度嘅歷史文化、人文風貌。而作為年輕嘅新一代，對於我哋嚟講，最重要嘅當然就係要揾一個美麗嘅地方影相，然之後發一個有定位嘅朋友圈啦。喺香港上船，歷經咗廈門呢個咁美麗嘅地方，然之後就到咗日本啦。冇錯，呢個地方咧就係日本著名嘅旅遊海島沖繩啊！一到埗咧已經感覺到哇，空氣非常之清新啦，藍天白雲啦，仲有頭先咧我哋觀光嗰個旅遊景點真係令我流連忘返。實在太文藝啦！不過想提醒你一句，文藝嘅地方啱先已經過咗㗎啦。嚟到日本有一樣嘢好重要，對於我哋後生仔女，又或者咧對於叔叔阿姨嚟講，血拼係好緊要。因為嚟到日本呢個地點咧，有好多嘅藥妝店啦，有好多嘅奢侈品牌啦，又或者各式嘅電器，都係等緊大家購物㗎。所以尹瑤，唔見咗嘅，哇，已經走過去，肯定好有錢，頂得行咁貴。咁啊，買嘢。嚟到沖繩，我哋首先去到嘅係位於沖繩市中心嘅藥妝店。喺呢度有一系列大家平時只能夠通過代購嘅方式嚟購買嘅物品。相信我，嚟到呢度，無論係男女，無論係老幼，都絕對控制唔住自己嘅雙手啊！雖然話購物係尹瑤日常生活必備活動，但係嚟到咗日本，對於平時對購物都唔係好感冒嘅我而言，亦都係十分之激動，按耐唔住，情不自禁就攞起咗購物車。藥妝店裏面嘅各式保健品、特產、藥物、手信，喺呢個時候，你想做嘅就係通通將佢哋全部擺晒入你嘅購物車裏邊啦。離開咗藥妝店，下一站我哋去到嘅係沖繩嘅 DFS 免稅購物店。喺呢度各種國際大牌子，各種免稅打折，各種各款名牌，只有你諗唔到，冇呢度買唔到。如果你係一個購物狂嘅話咧，就真係要做好成為一名剁手黨嘅準備啦。吃喝玩樂，景色又靚，我真係唔想離開沖繩啊！6日5夜嘅郵輪之旅，香港上船，途經廈門，最後一站到達沖繩，成個旅程可謂豐富多彩，令人流連忘返。雖然時間有6日咁耐，但係我同尹瑤一樣未食晒船上所有餐廳，未玩晒船上所有嘅設施，所以稍作休息之後，我哋又要投入到船上嘅度假當中啦。唔知道電視機前嘅你有冇興趣呢？希望下次旅程我哋可以遇到你啦！陽光、海浪、
俊男美女、5星郵輪，呢一個夏天最正嘅旅遊開始啦！吹水有餘，而家推出亞洲最大郵輪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海洋航行者號超凡郵輪線路，全港最低價只需要3888，享受超凡海上極限樂趣，娛樂盛宴，百老匯經典演出，合家歡夢工廠體驗樂園，米其林餐廳美食，無限量自助餐任君選擇，15層豪華房間，一次性滿足你對郵輪嘅所有奢華願望。超凡郵輪即刻起航，開啟不同尋常嘅探奇之旅。出出有餘又有福利啦！你只要掃描我哋屏幕下方嘅二維碼咧，就可以登錄到我哋嘅微信商城上面購買最好飲嘅果汁酒啊！而且我哋仲會邀請你嚟到我哋嘅實體店度參與試飲㗎喎。冇錯，但係都要提醒喺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喎。雖然話呢個係果汁酒，但係咧飲酒係唔可以開車，開車都唔可以飲酒㗎喎。並且咧我哋淨係接受18歲以上嘅觀眾朋友進行試飲㗎。如果想知道嘅話，就要了解一下我哋嘅微信商城上面嘅信息啦。冇錯，咁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娛樂圈嘅精彩猛料，可以關注我哋騰訊同埋新浪嘅官方微博@GIT 出出有餘同埋官方微信㗎，仲要關注本台官網荔枝台同埋梅枝推送App。冇錯，跟住梁妹妹將會帶嚟豐富嘅粵港澳演出資訊，大家千祈唔好轉台啦。我哋係廣東第一娛樂節目，出出有餘，下期見，拜拜。呢個綠色嘅大怪物真係要嚟廣州啦！妹妹其實好中意呢種超級大暖男噶，不過每一次咧都會糾結難捨，唔通真係要嚟一場美女與野獸嘅邂逅？唔講啦，妹妹先去睇下動畫片，複習下先。親愛的奧尼奧巴們，你哋工作賺錢呢，亦都要注意安全噶噃。新聞眼為你盤點嗰啲因公受傷嘅明星，每一位藝人都有自己獨特嘅語言特點。你嘅煲冬瓜真係好犀利嘅。聽晚19點綽綽有餘，為你介紹娛樂圈嘅特殊語種。綽綽有餘，聽晚見。